好啦，我今日咧就想介紹一下點解我要拍片啦。因為第一個拍片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想拍片，咁即係我想分享我自己生活嘅日常啦，同埋我嘅生活所做嘅事，咁希望傳達俾大家啊，可以去即話俾大家聽我所做嘅事，咁即係你哋要好好支持我呢一個嘅頻道，呢一個係 TRACY，咁所以我真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呢個頻道。好啦，呢個視頻就到嚟呢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個視頻，記得畀個 like 同埋畀個訂閱我嘅掣，同埋開啟小鈴鐺啊！好啦，本集片段完畢，多謝大家觀看，Thank you。